保釣人士吳石瑤凌晨經外港碼頭返抵本澳。吳石瑤話：光復釣魚島係每位中國人嘅責任，期望日後嘅保釣行動政府唔好施加壓力。作為近16年嚟首位登上釣魚島並手持5星紅旗宣示主權嘅中國人吳石瑤，凌晨0時45分返抵本澳，受到多個民間團體共10幾人歡迎，但就未見有政府代表。佢對成功登上釣魚島表示興奮。有機會嘅情況下，我完全冇諗到自己嘅生命安全，因為我哋預咗條船係唔要嘅。預咗係無論點都好，我哋登唔到，我哋寧願沉咗條船都唔會翻去。自己感受肯定係興奮啦，但係政府做唔到嘅嘢，由我哋民間去做啦。咁其實光復釣魚台亦都係維護嘅一個國家領土完整同埋一個民族尊嚴，亦都係每一個炎黃子孫嘅責任。希望日後嘅保釣政府冇去阻撓咧。喺歡迎期間，有人向吳石瑤獻上香檳，但佢就話暫時唔可以收，要等到光復釣魚島先會收。又認為今次行動仲未成功，但就意義重大，因為根據國際海洋公約，如果今年有中國人成功登島宣示主權，要等50年之後，釣魚島先會自動成為日本領土。吳石瑤預料出年嘅3月有較大嘅機會再出海。佢有憶述，由出海到登島嘅過程都非常驚險。佢最後嗰一次嘅船，佢嘅船比較大嘅，起碼比我哋嘅船大50倍。咁佢一撞埋嚟呢，咁我哋成隻船直情係差唔多調轉嘅頭嘅。係好嚴重嘅，最驚險係嗰一刻。佢又話未來嘅保釣行動都會參與，只係期望一個願望可以成真。日本軍進台，打到日本軍國戰，打到日本軍國戰。澳門電視台記者程建明報道。